又到为桐花开花大二的时节，许多人会特别去寻一条古无人地的古土去看花。三山国家风景区是国家级别风景特定区，范围包括的石头山、骊山到八卦山也3个，本但是省级别风景特定区。其中石头山风景区分布在苗栗的上湾、南庄，特别新竹的竹东、北埔、峨眉5个乡镇，自然景观更丰富。每看得到许多头摆行人开垦的评价。游客中心头摆是峨眉国手，上早南庄、北埔也算峨眉的产业，家家是开探矿、种茶、囤姜孬。几只个路是来往也3只客家庄的三角点巷，是非常繁华的。谈论产业没落，人常常退出山下，生态没天天的丰盈呢。一条古土10多年前开始变做大家会去特别去寻的私房景点。不过，又为啥遇到本人破坏开发的危机？桐花开来呀，真呀真清香，日泪就像雪一样。4月中国语过后，春天本来应该是常悠悠的山头，是一时时的转拍的。原来是油桐花的季节又到位。情意长，每张每呀，演是一对幸福的凤凰。石头山游客中心在峨眉乡的七城村，是新竹县苗栗县交界的地方，嘛是出入北埔、峨眉、韩国南庄的三角点。在过去搭沙滩、姜孬、韩国种茶一定型的时节，迄个青岛的劳动人口。有探矿啦，我较远啦。这个头摆一般的这个头摆你要做像啊加工做柿饼的呀，港茶叶的呀，就安用的啦。其他你已看做田青色了。全部是柿饼啦、茶叶啦，对啦哈。像有条譬如叫我供应啊。等下你行的吼，迄6条古土，呢条算青河行的路，马家路，几路沿线还几路停的一只4河坝的土地啊，都说按不得风阳中心岛，民国70年过后，停电传统产业mất体，人单单弄晒出去的，像留下的石山、绿寮、田坪。水帘通一条台湾人行过的路路，记录过去开垦的历史。有个中心头摆是峨眉小学，峨眉小学你地主要去生存啊，佢有条去南庄，你出去要到峨眉，你还地主还在跟个西部落个，有头摆小同阿接唔係計地主，你條路上嗰度燕山下到前灘加嗰啲，真下到南莊嘅。你要上去到燕山，要上南莊，你偏多個地路順的準備看我做出石頭山，做3條葡萄地了不一樣嘅。 10多年前，三山国家风景区成立，政府一年的慢慢的将一条老路重新再过整理过，一下一条山路就变做一定受欢迎的休闲的铺头。你看你條樹有冇？你條咩個樹問題喎？象棋樹。 一條樹嘅嚇，你新竹竹東嘅家不會有那個樹麒麟咩？樹麒麟是一般客家嗰個橡皮樹嘅意思啦，叫叫它為青島橡皮樹，古種家地方講是樹麒麟啦。佢太神也為老細嘅細塊接嘅地方嚇，會有中意啦。第二係會演員啊，佢演員是用橡皮咁樣啊，佢說佢就攞橡皮樹啊，佢按來名嘅啊。一般呢種樹嘅嚇，地上下其實。 台北老人家我留下來，唔好嚟暫停。我田方面我留下來，因為佢知識得。葉子嘅麻味湯。一啲咧甜澀啊，唔好澀嘅較多啦，甜較少。不過生意冇假咁少啦，台北啊。係啊。一下係油桐花開嘅時節，風景一定鬧。4月中，我哋停電對本土植物非常專門的山系位，在地前欣賞，向下一路了解行了，認識菜地的植物，韓國特殊的體型體貌。今年熱來了吼，都像我細漢的感覺。我細漢從喺度山頂生活，因為我係在較窮苦的鄉下，當到
回味的讲，以前细汉时的个遐呢，野果子啊，吼，今日透过戴老师讲，哦，原来都是安尼编发出来，拢毋知嘛个名，今日都多少都知道咧，安尼。唔过你看条条下巴可以哪个？那个水虫孔啊。水虫孔。水虫孔，因为太水过来嘅，因为石头地度有很软的部分有嘛，水過來其實都該叫做運轉啦。水蟲啊是運轉啦，運轉而家乃是運流體啦。因為講嘛水流孔啊，這種講法啦啊，所以呢個各樣都互寫。有19年技術圖南經驗嘅戴先生，唔單止對山風嘅植物一定上，對客家語言蠻納熟。你過條橋哈，一般客家話有個語言啲啊，過橋得變啊點啊，冇過橋丟變係乜個意思點啊？丟變啊，變係乜啊？你擔桿啊，是忘恩負義嘅意思啦。所以你看，你聽你人講按講調，係嘛？嗰時候你上去當嗰種停平啊，停平咪咁按來啊，哦，過來計烏河，計烏河啫嘛，上烏河哈，一般人講客家語啫嘛，上次烏河壓江啊。規路嘅銀行因講，順帶留了喺銀行，我哋唔單止認識嘅植物，馬地亞 QT 名係用嘅來嘅。戴先生凊彩就做得講出同植物有關嘅鑼鼓言語，喺討論嘅過程當中，唔到啲嘢就將老祖公嘅智慧傳下來。因為進入客家社會有嘛，呢個民俗生活地度，其實有客家語言地度啦。比如講，你剛才看到佢很多水桐木啊，水桐木其實屬於3棵榕樹嘅，佢個有大枝。老人家講啊，榕樹大枝無開花啊，沒有蛋開花無大枝啊，咁乜個意思？想得到嘛？意思講唔可以先詳細去看啦，冇看表面嘅東西啦，點嘛？同戴老師來啊，活動到唔啲植物。加客家諺語，係啊，都冇談過呢，係啊，懂神奇，好多冇共用的知識，對，這書本上找不到的誒，對啊，看書也看沒有，客家諺語很少誒。年輕人也不要學啊，就是要有人傳承啊，係啊，還好有戴爸教我們。其中大家最有興趣嘅就係日頭黃田。頭班人哈可以上當鋤田嘅，做了賺錢。嗰時候已經客家語言哈，敢去一擔車，唔敢去屋下燒。對，我有聽過。其實佢老啲田有關係啦，你田咧一般個黃田嘅，我把有個net，你跟我把皮剝脫地度嘅田線拿去做燈嘅啦，做人屋下嘅家具啦掉啊，係田條啊，咁呢田條做啥？當排骨。唔過對50歲以上嘅人來講，黃田最主要嘅功能就係炒肉食，大家講到不了。小人冇查，個先生講，阿爺爸，有冇開黃田條嘛？要拿來，結果天熱全部打埋打阿爺爸，打到鬼死啊！喂，細伢子嘅，唔好拿到眼歡喜，唔是本人小過嘛？黃田有印象嗎？有啊，細漢嘅時啊，有黃田嘅是在做藤條嘛，係啊，藤條就是得拿來修人。有俾人修過哈？有喏。媽媽修，係唔媽媽修嗎？冇講係媽媽哦。過去千多年行嘅留了家，天天地方生意模特，落貨房屋早就專門庇護，茶園嘅面積嘛全無計法咧。山後冇乜嘅熱氣到嘅，生態就恢復到原來嘅樣嘅。因為呢位哈，佢保存得真好啊。像一般你鳳陽樹最強乜啊，殺草劑或是農藥，呢位佢全部冇用。冇用韓國其他因為河巴筍，我說這個那個韓愛筍、正佳筍哈，因為鳳陽種佢係個細蟲嚟㗎嚇，係對水方嘅啦，要流台咩？嗰流台佢生嘅喺度變蟲嘅，因為佢啲啲筍哈，故所佢啲蠻愛做嘅鳳陽筍嘅。土地經過嘅30年嘅調養休息，小時睇蘇拿韓國神行嘅指標性嘅生物，鳳陽蟲有古來嘅。每年4月嘅25日，對生存環境一定妥嘅鳳陽蟲，就會一葉一葉嘅變出蘇拿，
证明也个环境生态已经变到很好诶。有草，有草。那有草其实跟个你讲麻吼，其实靠我草底下，草底下讲个其实夹个师傅行个火营养是写个麻去了安尼，叫做搞梅。所以如果是裸露，就无法脱。攞無法做，因為裸露攞迄件水泡唔拉，因為鳳陽蟲佢含了濕啲嘅水啊，其實冇食東西啊，唔過含迄啲水，迄冇水佢會死得去啊。因為冇乜嘅人去觀察，一下佢嘅石頭山就變做為鳳陽蟲青春夜嘅故事嘅所在。唔過唔係每一條山路農場都了解按好彩。在4個石頭山遊客中心後半夜做41煙頭，去到石山太平清水公園青春夜會看鳳陽蟲嘅山路，過去作為樹嘅上到一定江嘅情形已經看唔到嘅。喺今年嘅3月初，就有民眾檢舉講，財團發現6年4年生態基金會喺新竹縣峨眉鄉七星村嘅填平灘，按照規矩嘅頭頁，將過去嘅山行嘅整平，路順嘅山壁嘛亦都光禿禿嘅。幾十年將恢復嘅環境生態，一下就做咩睇咧？3月初，這個民眾剛係檢舉啊，填平檢舉講來為。睇就同下步道咁滯就在開闢啦，我哋是排面就過去順。我們在107年3月22日接獲公所的正式函文。那在峨眉鄉騰平段、騰平小段8至6第1號，它是屬於一個山坡地的範圍。那它有違規的開挖整地的情形。只有登陸地嗎？你要講理。你們現在報的是誰的地？我們現在報這條路的，你講誰？這個誰的地？國有財產局的啦，馬英呢，還有登錄委啦。國有財產局是公家的，為什麼不能找？哎，我去他媽給我承租了嘞，承租我不能用啊。新年10月，鄉公所又在個同縣政府去到現場看，對破壞山排地嘅爭議。6年生態基金會嘅執行長張博文反駁講，土地整平比法係為咗愛做排水，本產嘅村民安全行過維護水源行過自然環境。那很多人的誤解我們這邊做大型開發又怎麼樣？我哪有大型開發？我就一些單位就開始來爆我們的料，說我們在開發開挖都沒有啊。我只是把水溝拉一拉，涵管放上去就這樣子而已，沒有了。韓國對外嘅爭議講，基金會佔有國有嘅土地，基金會嘅執行長又講，早喺去年就同國有財產署打合過嘅。我看一下哈，我这资料没有帶來了。去年的，哎，老師。我們登錄的時候是幾月？好像是去年3、4月，是不是？哎，忘掉了，應該是去年的3、4月就申請登錄，跟他們協商。有關切山山坡地的部分，因為它在國有土地上面埋設涵管，那出具的文件裡面似乎是沒有同意它使用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啦，那我們會函文請國有財產局去釐清。那如果今天，如果國有財產局沒有同意他做這樣子的行為，他就是違反切山山坡地的部分，那依照山保條例，他是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目前的話是查無，這個當事人他跟我們有做一個申請的動作，也並沒有承租。雖然一項業者已經停工嘅冇1個月咧，新竹縣農業處嘛講冇經過申請許可，即大起頭嘢賣乾咧，會照水保法第12條來罰，同時要求喺期限內將車物轉歸去。唔過對上擺看到見天來風還係乜嘅農務，看到人就受騙咧，也那嘢好落一層太熱咩？6年講嘅就係鳳陽蟲。
基金會講嘅係為到生態，殺破壞和嚴重故事嘅所在，生態環境做咩強強，同佢發展，nếu佢去錯路嘅，又有乜嘅答對，要叫嘅古來係。